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14节到24节。出埃及记第14章第10节到31节，15章20节到21节。歌罗西书第3章第5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身躯的性命。咱知影性命的成长并不是一个真简单、真容易的过程啦吼。搁我嘛是需要经历着痛苦甲死亡。伫囡仔成长的过程中间，有一种痛叫做成长痛。真侪时阵，人对伫这个性命改变的过程呢，有一种惊吓，甚至有一种排斥的态度。好像亲像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因足期待着上帝的救恩临到伫因，但是当因真正领受着上帝的救恩，要去透过摩西来带领因出埃及。甲准备要领受这个新的性命的时阵，一旦因拄着危险，因就又搁埋怨连连，甚至因安尼想讲，这个改变伤过恐怖啊！因拄着这个埃及的追兵的时阵，就埋怨摩西甲上帝。圣经记载讲，因安尼来埋怨，敢讲阮伫埃及无有壮心的所在吗？为什么甲阮带到伫旷野来送死？你将阮带领出埃及，你看，你做什么款的好事？阮毋是伫离开进前就讲，你这个事会发生吗？阮甲你讲，毋免管阮的事，互阮伫埃及做奴隶就好啊。做奴隶总比死伫旷野较强啊！咱安尼来讲，这个人比这个变面呢，比现册更较紧。拄着困难就袂记咧进前，一直咧追求的拯救，一直咧期待的新的性命。一旦拄着困难，就搁求倒转去啊！也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共款，伫期待迄个救恩。前几天有一群对伫中国改革中的基督徒，拢总有63人，落尾真正是去得到美国的政治的保护。迄个新闻的报道讲，因经历着3年外。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，后来改做五位会教会。牧师带着兄弟姊妹63个人，真正到伫这个美国来得到庇护。有59个人先到伫美国，另外一个家庭因为老母要生产，所以受到宣教师的照顾。对伫因来讲，会当顺利伫3年外的努力了后，得到安尼信仰自由，无搁再受到中国政权对宗教信仰的逼迫，因确确实实是得到新性命。特别咱看到因伫2023年，咱咧纪念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的罪受难的迄一天，4月初7，因得到自由，这个特别是有意义啦吼。伫这一天开始，因开始有新的性命，伫自由的国度会通得到自由敬拜上帝的性命。反倒当咱来看以色列人，因却是信心软弱。上帝安尼甲摩西讲：“你为什么我来哀求呢？
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行就是啊。举起你的管，往海来冲出去，海水就会来分开，以色列人就会伫大地顶悬行过去。我要互埃及人冤过，因为因要进到伫海里追赶恁。但是我要赢过埃及王伊的军队、战车甲这的兵啊，因就要来尊敬我。我打败因的时阵，因就要知我是上帝。因袂记得摩西所介绍互因的上帝是赢过埃及正神的上帝，甚至含这个性命的威胁，也无法度超越上帝的保守。因毋知得爱专心全意来倚靠上帝。伫咧接线的经文的记载中间，就是因过红海的经历。上帝的保守带领是赫尼亚的奇妙，以色列人经历着奇妙的恩典。圣经甲咱讲，迄一天，上帝对埃及的人拯救，因的手中来拯救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看见因死甲规个岸边。当以色列人看见上帝用大权能打败埃及人，因就敬畏上帝，来信赖上帝，也是信任伊的仆人摩西。因为安尼，第15章咱就看见摩西以及米利暗就对上帝唱起感谢俄勒的诗歌。伫今日经文15章20节到21节，米利暗就是亚伦的姐姐先知米利暗，手提着铃仔鼓，济的妇人人对着伊，一面拍鼓，一面跳舞。米利暗甲因来应和，唱歌俄勒上帝，因为伊来得到阳光的胜利。伊将战马甲军兵拢ฮ็入去伫海里。要领受一个国外的新的使命，就必须爱学习全然的交托，就爱愿意脱离原来的生活，毋通亲像罗德的太太，伊安尼毋甘过去生活的精彩，但是伊一回头就失去了赢取新生命的机会啊！保罗互哥罗西教会基督徒的劝勉安尼讲着，所以恁就必须爱治死恁伫恁心上咧做歹的遐个俗世梦，亲像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欲望、贪婪。贪婪是一种偶像的敬拜，对伫遮个事，上帝无欢喜受气，遐会临到遐个无顺服伊的人。恁进前也捌生活伫即种的欲望的中间，受到伊的支配，但是现在恁必须爱弃绝遮个事。毋通搁再有受气、脾气无好、怨仇、甲讲诽谤、垃圾的话，毋通这个彼此来欺骗，因为恁已经脱掉旧的我甲旧的习惯。保罗讲，有安尼心志的人，才会当迎接新的生命。伊讲，我换着新的我，这新的我是对伫创造主上帝照家己的形象，不断来更新，会通到完全入捌伊。
安尼来讲，无搁再有希腊人或者是犹太人的分别，也无搁再有受割礼无受割礼、野蛮未开化、奴隶还是自由人的分别。基督就是一切，基督贯彻一切。咱是毋是期待又搁惊伤害？但是咱着爱记得，咱无愿意全然来将性命主权交予上帝的时阵，咱就要失去迄个赢取新性命的祝福。咱只有全然的交托，才会当改变旧的，得到新的性命。因为耶稣基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不藉着我，就无有人会当去到爸遐去。”这是唯一一个得到新性命的方法甲道路。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。着感谢上帝，因为伊至好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14节，上帝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要甲我解救，伫上帝子民的布片内底有凯旋的声话讲，上帝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上帝的正手举悬悬，上帝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我袂抵到死，会活落去，通讲起上帝的作为，上帝严严管教我。总是保护我直到死，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帝。这个门是上帝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去除师傅气杀的少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上帝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新的性命，互阮有满满的稳定甲舒服。求主帮助阮会通活出见证，荣耀主名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